台中有一间日本式的建筑，是台湾加彩画之父林之助的旧厝。整修了后，改名做林之助纪念馆，希望将做推动艺术的重要场所。 伫大家见证之下，台湾加彩绘之父林之助纪念馆正式成立。这个只就伫咧台中柳川边仔，原本是林之助大所在，见证台中老城区发展。经过一段时间整修，即马变做纪念馆。那我就重新把它修缮，而且正式把它更名为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林之助纪念馆。 林之助的作品大部分是画人物，含画生活景致，其中这一大幅雕梁，画的是家己的太太、有家己含囡仔。 让本校的师生跟我们的艺文界的朋友，对社会大众更有对外展出的一些机会。透过中高大和艺文界联手合作，纪念馆成立，望艺术艺术的价值会当传承落去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